整咗處理嘅菜園，而家就行。係6月尾呢個豆角苗應該爬到半人高嘅時候，蹲低用手指拋開表面嗰層泥，你會見到啲咩？泥硬到似盼頭，裂紋深到可以插落手指公，而啲根只係浮喺表面3-4厘米嘅位置，是一堆亮咗嘅頭髮咁擔喺度。你以為係天氣太熱，你以為係自己淋水唔夠，但角另一個伯伯，佢蓋地同你一樣晒，佢淋水仲少過你。點解佢啲豆角企得筆直，染厚到似卵，蕁麻見到都撩路走？你唔係唔夠勤力，你只係每年都係同一挖死咗嘅土度搏命。你唔係第一個，你亦唔會係最後一個。每年4月你落種，5月開始見到近白色嘅瓜痕喺嫩葉上面。6月啲根開始亂，又用竹枝棒。7月蕁麻大爆發，你去鋪頭買支殺蟲水，噴完2日又返嚟。8月你補多次苗，9月你數係今年收成又少咗30%。你以為呢個就係種豆角嘅正常代價？唔係。有啲人做咗一樣嘢，只係做一次，之後3-4年都唔使再理，啲豆角自己會抗限，自己會講重，自己會企得穩。而呢樣嘢冇人會同你講，因為冇人靠佢賺到錢。你唔係唔識種，你只係照住包裝紙上面寫嘅嘢做。包裝紙話有追肥，你就追；包裝紙話有噴膜，你就噴；包裝紙話有日日淋水，你就淋。全部都拿，全部都跟足指示。但包裝紙係邊個寫？賣肥料嘅人，販殺蟲水嘅人，販種子嘅人。佢哋唔會想緊你，佢哋只係賣緊佢哋嘅嘢。佢哋唔會同你講有一種方法，做一次之後你就唔使再買佢哋嘅全棚。呢個唔係陰謀，呢個只係生意邏輯。而你就喺呢個邏輯入面，年年招緊土壤退化之後嘅畜命肥。今日你會知道3樣嘢。第一，點解你哋豆角苗一日就垂頭？就算你日日淋水都係咁。第二，點解蕁麻年年都返嚟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勁？第三，有一套做法，你種之前做一次，之後幾年都唔使再分。而呢套做法唔需你買任何貴嘢，冇拉丁文學名，冇複雜步驟，只係3樣你屋企已經有，或者你各令垃圾桶有嘅嘢，加埋一個你阿鑑個年代已經識，但而家冇人再提嘅動作。你記唔記得你阿鑑嗰掘菜地？佢從來唔追肥，從來唔噴過，但佢啲豆角永遠比你粗，比你長，比你硬淨。你以為係佢嘅種子好啲？唔係。你以為係佢嘅土肥啲？唔係。你同佢用緊同一包種子，你個地仲係佢各領我幅分出嚟，分別係佢做咗一樣嘢，而你冇做。呢樣嘢唔係秘密，只係冇人再講，因為講咗之後，你就唔使再買嘢。幾客數，擦蕁麻嘅角水1支80蚊，
用2個禮拜就要再買，因為昆馬會返來，而且帶埋抗覺性返來。下次你要買更貴更勁嘅。意面肥1包60文，話係補救傾丸，但你噴完之後，啲傾更加嫩，更加易招蟲。鋪合肥1包120文，落咗之後，啲葉係累咗，但根冇生過，一見就死。樹枝同綁帶50文，蒲苗又係50文，加埋一計360文。你種咗5年，即係1800文。而你跟日會知道嘅方法，首次成本大概100文，之後每年只係補少少覆蓋物，可能20文都唔使。但你會話平嘅嘢點會 work？ 奇嘢先有效。你錯，奇嘢係有效，但只係有效係令你年年都要買返。你買嘅唔係個，你買嘅係土壤已經死咗之後嘅人工呼吸機，一部要年年削費嘅呼吸機。而你可以做嘅係令國土自己食呼吸。而家一定嚟咁，如果真係有呢種方法，點解冇人同我講？答案好簡單，因為呢個方法唔係偏憑，你唔可以包裝佢，唔可以自絕商標，唔可以放落貨架度賣。佢係一個過程，一個啟動之後會自己運作嘅循環。而循環一旦開始，你就唔使再買嘢。所以冇人推廣，唔係因為佢唔 work， 係因為佢 work 到冇人可以靠佢賺錢。而你就係呢個沉默入面年年重複同一個錯。有一樣嘢你要知，先至去到做法嗰度，因為10個人入面有9個聽完個方法之後會做錯一個動作，而呢個動作會令成件事變成反效果，唔係令鬥角唱，而係令佢更加慢生。呢個錯誤睇落去好合理，感覺似係做多啲會更好，所以冇人會察覺。但去到8月中，你會見到隻豆仲開始跌喺你眼前，3日之內跌晒，冇明原因。你會以為係天氣，你會以為係蟲，但其實係因為你喺6個禮拜之前做咗嗰個睇落去攬嘅動作。跌到最尾，粉道會講。而家講返個故事。1972年，廣東順德有個叫陳志強嘅農技員，佢負責一個公社嘅豆角試驗田，忽然大旱，5月到7月冇落過一場透雨，各零幾個生產隊啲豆角死咗一半，順馬同原昌爆到啲葉變衰罐幾咁，但陳志強嗰個田豆角企得直直，葉厚都似膠片，產量仲高過正常年份20%。公社書記去睇，問佢點做，佢話佢冇淋多啲水，冇落多啲肥，冇噴多啲鵪，佢只係落種之前做咗一次土壤設置。佢做咗啲咩？佢將腐蝕咗嘅豬糞堆肥、碳化咗嘅稻殼同埋曬乾嘅稻草碎，按一定比例混入土表15厘米，然後用5厘米厚嘅乾草覆蓋成個床面。之後佢冇翻土，冇追肥，只係頭2個禮拜滲水漫灌咗3次。之後就靠覆蓋物補實。佢話呢個做法唔係佢發明，係佢阿姐叫佢，但阿姐都講唔清點解 work，
只係話土要養，唔係 friend。陳志強寫咗份報告，交咗上去，報告入咗檔案館，冇人睇。第2年佢調咗去第2個公社，摸到冇人知佢做過咩，佢個方法就咁冇埋。唔係因為有人禁止，唔係因為有人收埋埋，只係因為冇人問，冇人跟，冇人記得要搵。而10年之後，化肥廠起咗，農藥廠起咗，所有人都開始用新方法，做方法就變成阿姐嗰啲迷信嘢。但同一時間喺菲律賓，國際熱帶農業研究所做緊豇豆抗旱試驗，佢哋發現土壤加入穩定碳源同菌根增菌之後，植株根系深度可以增加4成，乾旱條件下產量跌幅減少1半。佢哋都寫咗報告，報告都入咗決，冇人讀，因為讀完之後你會發現你唔使買咁多肥。播個 like 為陳志強，佢應該要有人記得。而家講返點解佢個方法 work？ 你啲豆角苗，佢哋入面有一個信號，你可以叫佢做火信號。當土壤表面成日都濕，呢個信號就熄咗。信號一熄，根就懶，根懶就唔會向下鑽，根唔向下鑽就只會浮喺表面嗰層。表面嗰層一砍，成棵植物就即刻冇水。你以為你日日淋水係幫佢，其實你係教緊佢做一個廢人。你係個2日返學食嘅阿媽，而佢永遠想唔識自己往成。但如果你一開始就逼佢，頭2個禮拜深水，但次數少，佢會攻。影嘅時候可信號會作。信號一作，根會開始向下轉，去往深層嘅水。深層嘅水唔會因為太陽曬而蒸發，所以根一旦去到深層，佢就有咗一個穩定嘅水庫。之後就算你唔點淋水，佢都唔會死，因為佢已經學識自己照顧自己。而覆蓋物就係幫佢保住表層嘅少少窒氣，令佢唔使太辛苦。呢個就係點解陳志強啲豆角可以挨過大旱，唔係因為佢淋得多，係因為佢交咗啲根做一個識往食嘅人。而當根生咗，另一樣嘢會發生。豆角係豆科植物，佢識同一種叫根療菌嘅細菌合作，細菌住喺根上面，幫佢將空氣入面嘅氮變成佢可以用嘅養分。但呢種合作有條件，土壤要鬆，要有氧氣，要有碳源俾細菌住，而且唔可以有太多熟效氮肥，因為一有熟效氮，植物就會懶惰同細菌合作。你日日追肥，其實係拆散咗佢哋。而陳志強揸嘅碳化稻殼同堆肥，就係俾細菌一個屋企。細菌住得穩，植物就有免費氮。有免費氮，根就會硬擰，因為氮唔再係一時多一時少，而係穩定供應。咁點解蕁麻會少咗？蕁麻中意熱、乾、反光強、植株受壓嘅環境，佢哋特別中意啲竹質韌但質熱濃縮但失衡嘅植株。你日日追縮效氮肥，啲新嘢會爆出嚟，又嫩又多汁，細胞壁薄到黐黐。蕁麻見到會當係自助餐，但如果植株係靠根療菌慢慢供氮，生長會均衡，嘢會好，細胞壁會實，蕁麻就冇咁易吸到質。
而且覆蓋物會降低地表溫度同反光，令成個微氣候冇咁適合蕁麻爆發。再加上覆蓋物同有機質會吸引不食性蟎、布甲、草鳴，呢啲係蕁麻嘅天敵。你唔係靠惡殺整，你係靠土壤請咗一隊保安。呢個對你而家即刻有咩意思？意思係你唔使再年年同蕁麻打仗，你唔使再日日淋水，你唔使再追肥追到啲葉累到發光，但間軟到要棒。你只係要喺種之前再一次設置，之後落土會自己做晒呢啲嘢。你做嘅唔係施肥，你做嘅係開咗個土壤自己養自己嘅發動機。但有一個錯誤你一定要知，9個人入面有9個都會做。呢個錯誤就係你會覺得既然有機質同碳化道吃咁好，咁我落多啲咪更好。於是你會一次過落好重手，甚至將未腐實嘅材料都埋落去，攬住慢慢佢會熟。你會覺得呢個係愛護植物，你會覺得呢個係做足料，但其實你做緊嘅係製造一個發吽爐。未腐實嘅有機質會喺土入面發芽，會搶氮，會釋出有機酸，會令幼根作傷。而生物炭如果冇預先充電，即係冇預先浸過堆肥茶或者私熟液肥，佢會吸附土壤入面嘅養分，令頭1-2個月植株反而生得慢，葉會黃。你會以為係土唔夠肥，於是你又追肥，於是又反轉頭，啲葉又撚反，蕁麻又嚟反。而去到8月中，當植株開始結種，根系因為早期受過傷而冇滲落去，一遇到熱浪，水分供應唔上，啲種會喺3日之內跌晒。你會以為係天氣，你會以為係蟲，但其實係因為你6個禮拜之前落埋啲未熟嘅材料，傷咗啲根。踩落 comment 度，你試過未腐熟有機質直接埋落種樹？擋埋你邊區，睇下有冇規律。而家講做法，5個步驟，全部要跟足。第一步，準備腐熟堆肥，唔係鮮鮮草魚，唔係未熟雞糞，係已經冇臭味，摸落去涼似泥咁嘅熟堆肥。如果你冇，去摸一包，或者問國令爸爸量。每平方米大概5公斤。第二步，準備碳化稻殼或者生物炭。如果你摸唔到，可以用收過嘅木炭水，但要先贈一碗施熟咗嘅液肥或者堆肥茶，令佢充電。每平方米大概2公斤。第三步，將堆肥同炭揾完，鋪喺床面。用矛頭輕輕揾入表層10至15厘米，唔好翻深過20厘米，因為你會打亮底層嘅結構。第四步，鋪5至7厘米厚嘅芹草、稻草穗、落葉或者碎紙皮做覆蓋，唔好用新鮮草，因為會發熱。第5步，落種之前深水慢灌之前。等水完全滲落去之後，2個禮拜內再灌2次，每次都要深，唔好日日淋少少。之後就靠覆蓋物保實，除非連續1個禮拜冇雨先至補水。而家將所有嘢串埋一齊，你就會明點解呢個設計會永遠有效。可信號係第一個機制，可逼根向下鑽，去往深層水源。當根去到深層，植株就有咗自己嘅水庫，唔使再靠你日日淋水。根療菌共生係第2個機制。碳化稻殼同堆肥
俾咗細菌一個穩定嘅屋企。細菌住得穩，就會將空氣入面嘅氮變成植物可以用嘅養分。植株有免費氮，間就會硬淨，唔使再追縮效肥。微氣候調節係第三個機制，覆蓋物降低地表溫度同反光，令春馬冇咁隻核爆發，同時吸引捕食性精同步隔呢啲天敵，你唔使再連連噴咗。碳骨架係第四個機制，生物碳會喺土入面存在幾年甚至幾十年，佢係一個穩定嘅結構，俾微生物住，俾養分吸附，令土壤唔會因為落雨或者淋水而流失養分。你做一次之後幾年都有效。呢四個機制加埋，你嘅購物清單會變成咁：殺蕁麻角水唔使買，利面肥唔使買，複合肥唔使買，樹枝同綁帶少買一半，禾苗唔使補。你省返嘅唔係幾十蚊，你省返嘅係每年300幾蚊，乘5年就係1000幾蚊，而你只係做咗一次設置，成本100蚊。而家你有兩條路，路 A， 你繼續用反草方法，4月落種，5月見到春馬，6月追肥，7月噴藥，8月補苗，9月數下今年又少收3成，然後同自己講今年天氣唔好，然後明年再嚟過，再買翻同一堆嘢，再交返同一筆錢，再祝福同一個循環，直到你唔想種為止。路 B， 你今年秋天或者明年春天種之前，用1日時間做一次土壤設置，腐熟堆肥加碳化島殼加覆蓋物，新水漫灌3次。之後你企喺度，睇住啲根自己向下鑽，睇住根瘤菌自己住落去，睇住春馬數量自己跌，睇住啲根自己企得直，而你唔使日日淋水，唔使追肥，唔使噴藥，唔使補苗，你只係要喺每年收成之後補翻少少覆蓋物，可能20蚊都唔使，然後呢個血桶會自己運作3年、4年，甚至5年。落 comment 度 A 定 B， 然後解釋點解，唔係解釋俾我聽，係解釋俾你自己聽。因為當你用文字講出嚟嗰陣，你會聽到自己把聲。再寫埋你種緊幾多個豆角，你喺邊區，睇下有冇規律。而家靚埋眼，攞返你塊菜地，係你睇唔到嘅地底，係你淋完水之後冇幾個鐘，有啲嘢正在發生。根尖會分泌一種糖，呢種糖會吸引緊鳥準游過嚟，細準會附喺根毛上面，然後根會將佢包住，形成一粒料。料入面細菌開始做嘢，將空氣入面嘅氮變成餡，餡變成硝酸鹽，硝酸鹽俾返植物用，而植物會用光合作用做出嚟嘅糖分返細菌。呢個係一個交易，一個幾億年前已經開始，而家仍然喺你塊地入面發生緊嘅交易。
當你做土壤設置嗰陣，你做緊嘅唔止係落肥，你做緊嘅係俾翻呢個交易一個可以發生嘅環境。你俾翻跟鳥準一個屋企，你俾翻直租一個理由去向下轉，你俾翻土壤一個機會去做翻佢本身就識做嘅嘢。直租嘅天職唔係靠你放，直租嘅天職係自己往食，自己抗限，自己趕層，自己企得穩。你做嘅唔係幫過，你做嘅係唔好阻住佢。力量唔係喺角水入面，力量唔係喺肥料入面，力量係喺你明唔明白土壤點樣運作，明唔明白直租需要啲咩，先至會自己做嘢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呢啲土壤會自己做嘢嘅方法，如果你想知道點樣令其他作物都可以自己照顧自己，撲個電話，下一條片會講卡節點樣可以唔使再追滾肥，更知道路比可去往。